起初我都唔覺得自己有病，但係有病嘅話，我自己都未必幫到自己。我覺得要向人求助。後來得到思覺失調服務中心嘅醫生幫助之下，透過藥物同埋心理治療，2-3個星期，我嘅病情就好快消失咗啦。冰汁羅教叉燒包，老鼠唔食豆沙包。我知咗。當然唔少得一班好朋友嘅關心啦。佢哋知道我有病，但係佢哋冇嫌棄我啊。你哋驚唔驚我有病啊？你有病啊嘛，就更加需要人關心啦。既然係朋友，我哋一定撐你嘅。冇錯啦。